公牛代表话，美金几个月是起2.08块，这个数字是36年，过一个月是起上济的。美国财政部上新的报告，主要的贸易预判敢有操控汇率，台湾也是伫咧观察名单当中。另外，针对外界的质疑，美国哪像是介入台湾的汇率政策，美国财政部是罕见来分析，证明讲，咱央行总裁杨金龙讲。一个美国无对台湾施压力，要求代表爱去积产，是真实的。美国财政部发布宣布重新登到被强调第一个汇率报告，判断2024年无主要贸易伙伴操作汇率，严格伫咧观察名单内面增加到9个国家，台湾依然是别伫内底。对咱进行贸易谈判时阵是不利的条件。台湾确实是面临两难哈。第一方面就是说，这个热钱涌入会推升台币升值，对出口造成压力。央行是不是要出手，这么处境是两难。5个代表升达外汇局长蔡永明伫平面媒体讲，并无亲像市场所传闻的放手，这是因为市场的预期心理伤强，互因有较大的空间来增加弹性。不过，初五央行公布外汇存底增加到5929.48亿美金。经办实创2年来第5大纪录。其实我们的客户基本上都比较大，那其实都有一定的长年以来都有一定的路去怎么去做一些跟汇率有关的一些调整。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当然还是怕说，像前一阵子上个月出那种2天2-3块的哈，这个是要靠财务部的不断的努力啦。虽然一早起新台币对外美金汇率是开盘29.9块，盘中小可盘到29.936块。伫这么美国方面也讲，将会对因看这是无公平的贸易行为采取强硬立场。新台币出现上台2头的趋势，对产业的影响是真大。汽车的零组件或者其他的工具机机械业者，如果升到20%。真的是利润都全被出光了。央行发声明讲，美国方面的报告共向咱方建议，包括密切注意非银行金融部门的风险，包括汇率风险。另外，也建议咱央行进行外汇监管应该有限度，和汇率的形势反映出经济基本面，并且重申美国财政部门并无要求台币升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